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代降节的第3主日。代降原文的意思就是快要来。代降节期正是以警醒的心等待主的降临。在此时期，我们纪念过去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这也是其实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，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以拯救所有人类的救世主。如今我们纪念救主已降临，并且期待主再度来临。在此，我们迎接救主耶稣基督的代降节期间，许多教堂的布置常有一个代降签来象征上帝的爱。这个是代降签来象征上帝的爱永不止息。绿色的圆签表示上帝的恩典永远长存，并且在代降签上点燃5支蜡烛环绕着，其主题分别为希望之光、信心之光。今天第3主日就宣告喜乐，喜乐之光。第4个礼拜我们再点上紫色的仁爱之光，而在圣诞节那一天，我们点上白色中间这一支光，就是世界之光。耶稣基督乃是世界之光，是基督之光，象征耶稣乃是世界之光。凡跟随主耶稣的，就不行在黑暗当中，并将有生命之光来引导你。因此，在代降节期中，我们要借着祷告、读经、礼拜、服侍上帝，以及关怀邻舍、传福音、为主做见证，预备心等候主的再来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，第1场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为了4位弟兄姊妹来成人洗礼，有10位的儿童接受洗礼。我相信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，让他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那为什么我们每年都在庆祝圣诞节？我们乃是要借着这样的节期来提醒每一位基督徒，当纪念上帝对世人的大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世人都犯罪吗？这让很多人都不相信，因为一般人的犯罪观念就是我又没有杀人放火，也没有犯了法律上的罪，我哪里有罪？但基督教的罪观与一般人的罪观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。罪就是达不到的标准。在希腊原文说，这个罪就是射不中地，你射箭射不中靶心，那就是罪。我们应该行的善不去行也是罪，心中动了邪念也是罪。从基督教的罪观，我们想想自己的光景，就没有一个人敢自称为义了。而且圣经罗马书第6章第2、3节说到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上帝是公义的神，对罪必然要刑罚，但上帝也是慈爱的，他爱他所有创造的人类，所以上帝不愿意我们存人毁灭。上帝主动差遣他的独生圣子爱子，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临到世人当中，要来施行拯救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如何来施行救赎的工作？今天我们所念的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说到，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指出，基督教的信仰，也就是我们当向世人传扬福音。那唯一全然唯一的耶稣基督，也就是完全没有罪的耶稣，在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承担了我们世人的罪，忍受我们当受的刑罚、受苦以及死亡。但是借着主耶稣为人类的罪所受的刑罚，却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类必死的生命把我们挽回。因着主耶稣的救赎，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因为这个奇妙的替换，只要我们认罪悔改，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、拯救者，那么主耶稣便可以使我们承受他自己的义，使我们因此在上帝的眼中得以称义。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，我们能够再一次与神和好。今天我们世人不断的借着庆祝耶稣诞生的纪念日，乃是要我们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只有在
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，并蒙神接纳成为新造的人。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。上帝主动要饶恕人类的过犯，因此上帝以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承担人犯罪所应得的刑罚，使我们能够因着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罪就得到神的赦免，再次与神和好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来领受上帝的救恩。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乃是上帝爱人类的最具体的表现，也是他主动要施恩典给我们人类的作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上帝的救恩要白白赏赐给我们人类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还未领受上帝的救恩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不相信人是软弱不完全的，因此总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寻求自己的快乐，寻求自己的满足。但我们无法欺骗我们自己，人再怎样的努力，仍然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，而使我们的人生有真正的平安。今天人之所以不满足、不平安，有各样的痛苦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犯了罪。什么是罪？刚才我讲到了，罪就是射不中地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人离开了上帝，不顺服上帝，不走神的道路，而是走自己的路。但是人离弃了上帝，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因此，罪所带来的结局就是不安、疑惑、痛苦、纷争，最后导致灭亡。今天我们要如何使我们的人生有真正的平安呢？唯有认罪悔改，相信主耶稣。唯有在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再次成为新造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唯有在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恢复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人与上帝满有亲密的交通，那种和好和谐的关系。唯有在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再次领受上帝的救恩。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。这也是教父圣奥古斯丁所说的一句名言：人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唯有人回转归向上帝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。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也说到：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今天所念的圣经路加福音书第19章1到4节，就是描写一位税吏长撒该的故事。以人的眼光来看，税吏撒该在一个繁荣的城市，他不仅官大有权力又有财富，但我们发现他一定对他的现况不满足，所以他用尽办法一定要见耶稣。撒该为什么要见耶稣呢？经文当中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，但我们相信耶稣的言行举止对当时的人而言，一定有相当的震撼力。要不是耶稣的教训不同于一般的拉比、一般的教师，要不是耶稣的所作所为不同于一般的宣教领袖，或是有名望的人、有权力的人，我相信像撒该这样一位有地位、有财富的人，才不会去理会耶稣。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的现况，使他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、喜乐以及平安。所以他分享有人帮他解决人生的困境，因而他对耶稣充满了期待。他为了见耶稣，可以说是用尽了办法。圣经记载，因为他人矮小，而耶稣被群众所包围。他为了见耶稣，甚至不管别人异样的眼光，爬上山寺，不管别人异样的眼光如何来看待他。一个税吏长，可以说是一个大城市的财税首长，竟然会爬上寺上，这是很不得体的。但是撒该为了见耶稣，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就因为撒该如此期盼见到耶稣，也引起了耶稣的注意。耶稣一眼就看出撒该的需要，就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
撒该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耶稣这样的举动却引起群众当时的犹太人的议论，他们议论纷纷说：耶稣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群众所议论的，说到撒该为什么生活不平安、不喜乐，原因其实就是罪的问题。就是因为罪的问题，使人与人之间、人与自己失去了应有的和睦的关系，造成了人的不平安。这个问题，相信撒该本人也了解，但撒该没有能力来改变他的现况，因为罪所给予人的辖制，不是我们人自己所能够去面对的问题。从路加文书第19章第8节，我们可以推论，撒该未见耶稣之前，仍然继续犯罪去讹诈别人，对别人也不会心存一个怜悯关心人的心。这绝对不是因为撒该无知，其实人原有一颗良善的心，但撒该就是没有能力去继续犯错，继续受良心的谴责，以致他活在痛苦的深渊当中。这是罪的可怕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18到20节描述这个罪的可怕，以及对人的辖制。所以保罗说道：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自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罪的捆绑而成为新造的人？当主耶稣一进入撒该的家里，这个家就开始有了改变。这个改变不是这个家庭的地位更加提升，使这个家庭财富更增加，而是人心的改变。他们从依靠自己转移到依靠主耶稣，这个人心的改变所带来的结果，就是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拯救临到了这个家庭，使这个家庭充满平安与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撒该他是如何得到上帝的救恩呢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发现他是从接待耶稣开始。但当他遇见耶稣之前，他做了2件很要紧的事，就是认罪悔改。他知道他自己乃是不完全的人，他也后悔他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，因此他想要去改变，而且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耶稣的身上。当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家之后，他的生命得着了完全，他有能力去改变他自己被罪所带来的捆绑。因此他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，就是要爱神爱人，行公义，好怜悯。因此他从一位贪财如命的人，转而成为愿意帮助周济穷人的人。他将他所有的财富一半给穷人，而且他也知道过去讹诈别人乃是不对的事情，所以他以4倍奉还给别人，这是达到律法所规定最高的倍数极限。甚至他只要多1/5还给别人就可以了，但他却还人4倍，这表示撒该在主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，并相信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，他个人生命的主宰。由于撒该真正的悔改，从依靠自己转而依靠主耶稣，他得着了人生当中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谓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代表他已经成为上帝的选民，他已经成为上帝的百姓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也就是说，撒该今后将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上帝将永远与他同在，来带领引导他的生活，使他的人生不再受到罪的辖制，而生活在上帝的爱中，上帝的话语当中，享有真正的自由、平安与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
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，就是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。那么，什么是失散的人？就是走错了正确道路的人。寻找拯救失散的人，就好像一件东西放错了地方，便是失散的。当我们把这件东西，把它放到归回原位的时候，就是把那些失散人找回来。我最近一直在找我的那个车子的遥控器，一直找不到。那我在想，明明我去探访之后，把这个遥控器就放在固定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见了？我一直在想说，是不是我的小孩去动车子，拿，因为他有儿童椅放在那边，应该有动它。我就问他，你有没有拿爸爸的车子的遥控？他说没有呢，没有。但是我一直就奇怪，怎么会没有？一直找了1个礼拜。这个有多少？这个是8000块了，还好我还有另一只钥匙。后来在上个礼拜，我小儿子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这个，放在里面。我说爸爸找那么久，也跟你问过，你都没有好好去看，害爸爸很糟糕。因为有2个遥控器其实是很方便的。有时候我出门到台北，有时候我不想开车回来，儿子从台北回来说，你带个钥匙把爸爸的车子开回来。所以说，所谓失散，就是把原来找不到的东西，把它归回原位。就像一个顺从的孩子，他回到了家里一样，他便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。所以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要人回到上帝的国度里。也就是说，人要承受永生永的生命，领受上帝的救恩。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就是要与主一起同工，来承担寻找失散的人归回上帝的路。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受洗归入子民的所有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在基督里与主有生命的连结，每日每时每刻能够经历上帝的同在与保守，并且我们每日的生活中要来彰显在基督里所带来的影响，就是圣洁、能力、忍耐、喜乐、结好果子、蒙福的生命。唯有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像撒该那样的改变，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有好的见证，来影响你的家人、你的同事、朋友，使他们能够渴望上帝的救恩，悔改认罪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。这也是我们每年在迎接救主诞生的节期当中，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当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使我们每天有能力来见证主的恩典，使更多人能够愿意来告白耶稣是人类的救主，让主耶稣的降生真正如同主的使者所宣告的。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上帝的救恩是关乎万民。今天我们教会有那么多人受洗，我想他们能够领受这个救恩，不仅他们领受，更期待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特别利用这样的圣诞的节期，能够将福音宣扬。我们在这个礼拜六，我们教会在2点到6点当中，我们特别有音乐季，都是街头布道。我也盼望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慕道友来参与街头的布道，或是我们礼拜六晚上的礼拜天我们的赞美礼拜，透过这样的节期，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来归到主的名下，能够像撒该一样，因为主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能够享受从上头来，在基督里有完全的平安与喜乐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有4位弟兄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有6位小朋友受洗归在主的名下。求主能够帮助这些家长父母，能够带领这些小孩子从小到老不偏离的主业。我们相信这是父母给孩子最大的产业，一生能够跟随主，蒙受神的祝福。求主耶稣也能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热忱，能够宣扬福音。特别在我们迎接救主耶稣诞生的代降节、圣诞节节期当中，我们能够
热心传扬福音，也借着这个样的节期，能够引导更多我们的未信主的亲人朋友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教会，能够聆听福音，聆听见证，让更多人因而归在主的名下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个时刻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。做基督的特使，上帝亲自借我们劝勉你们，我替基督请求你们。基督是无罪的，可是为了我们，上帝让他担负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借着他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今天的讲道，我们请到萧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